章26到28节。好，如果我们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26，使徒行传9章26到28节。好，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今天读到这里。好，今天是神很奇妙，透过刚才我们的周弟兄师长在我们的当中也见证了他在失败中怎么遇见那个鼓励。今天神要赐给我们这段话，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常常会有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无法从这件事情当中恢复，这绝对是我遇到最糟糕的事，我不配得到爱，简直是世界末日。我们常常会因为挫败感而使我们的眼睛被蒙住，看不清真实的实境，而且会让我们的理性变得不理性，甚至灾难化的思考。这时候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以让受挫失败的人感觉世界末日。林书豪就是刚才我们周弟兄也讲的，师长说的，他在传好球一起加油的活动中，他曾经分享他的失败跟他的焦虑。上帝传好球给他，传一个怎么样的好球？让他确定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重新对焦，使他在软弱之中仍然能够锐不可当。我们在失败中吗？刚才周弟兄见证，不管我们几岁，都会落在罪恶中。传道也失败过，我相信我们都曾失败过，痛苦过。如果人生像一场球场，我们如何来丢接球？今天这段经文是保罗跟巴拿巴为我们来示范，在困境中，我们如何能够锐不可当？这就是林书豪他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刚刚也听到。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这两个人扫罗，他跟巴拿巴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我们要看扫罗，他原来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罗马公民的犹太人。他一直活在替上帝行公义，要除掉那些奉耶稣名的门徒的使命中。他前往大马色的要执行那些捆绑主门徒任务的路上，被主的光来光照，于是他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他本来骑马扑倒在地，被这光吓到，那马也吓到。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跟他一起同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走。进了大马士革，3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个打击实在太大，因为他原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这样在做，努力着在做，为主在做，捆绑那些奉主的名的，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结果他发现自己大错特错，扫罗完全被解构。我们曾经被解构过吗？传道有过。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结果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曾经以为只要上大学，努力 ，OK，
结果不是 OK 是 KO，K 得很惨。原以为刚传道，读神学院就够神。我们的主任牧师在那里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更多困难。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被自己的自以为背叛，我们也面对我们原来以为的那种被骂的感觉。在你面前讲是一回事，在你后面讲是另外一回事。捅你一刀，那时候我气到怎样？人家捅我那一刀，我自己还拿了一直捅。我们曾经是这样挫败，扫罗我相信也是。他被解构之后，虽然在使徒行传13章才说他变成改名为保罗，但是传道在这里要让大家有一些区别。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就来把他改名字叫做保罗，因为他遇见神之前他叫扫罗，遇见神之后他就换了一个人，这个人焕然一新。保罗在大马士革住了一些时候，他一方面和门徒同住，一方面在会堂里面宣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听到的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他是那个专门怎样逼迫奉这个名的人，而且他是因为要抓这些人而到怎样大马士革。然而现在保罗却是不一样，遇见神以后，他不顾一切，义无反顾，驳倒谁？他自己的人，犹太人，而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因此他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没有立刻到耶路撒冷去造访使徒们，与他们交通讨论，反而一个人前往阿拉伯去。这个是在加拉太1章16节到17节提到。我们看到他多辛苦。过去他犹太人怎样看到他变了，结果不要他，还追杀他。他信耶稣基督的人怎样也不相信他，因为基列安娜以前曾经怎样杀害过我们，所以他在这边两面都不是人，实在是夹缝中啊。还记得上个礼拜讲吗？夹缝中啊，他要怎样求生存，可是他有没有爆发力？有，而且他还有什么续航力？怎么样子他可以透过这样的失败，这样子的痛苦的，怎么样能够过去呢？实在是因为保罗在阿拉伯一定是有仔细的去想他过去做的一切，并且思考将来他应该要做的。他对加拉太人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有什么人教导他，而是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当保罗准备从阿拉伯又回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生命的危险，因为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已经藏雄厚了，准备要杀他。被主改变的保罗，让他们犹太人不敢信真。这个时候的保罗感觉是被背叛跟威胁。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跟我不一样的，我就可能不会杀他了，但我会怎样？不跟他讲话，我会怎样排挤他？我想现在保罗就是这个滋味啊，里外不是人，外里都不是人，在夹缝中是多么的痛苦。谁带领他？你有被排挤过就知道，千万不要排挤人，好不好？谁排挤你来告我，我来给你出面，我来叫谁来？就上帝来，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不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大家要杀这个扫罗，就是保罗。后来，然后大家又来怎样开始来救他？救他之后呢，这个他遇到了一个怎样？这个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这个门徒结交，但是他们都怕他。刚刚传道有讲，不信他是门徒，只有谁？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来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在人际之间的根基就是信任。
信任是一种有生命的感觉，信任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信任更是能够连接人跟人之间的纽带。保罗信主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离他信主已经过了3年，正是面对这种困境，原来认同自己的犹太人不仅不信任，甚至要杀害他。另外，跟他一样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却仍然不敢相信他。大家仍然记得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时，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保罗，领他去见使徒，并且为他信主经过来做见证，像我们刚才的这一段经文一样。由于保罗在耶路撒冷有了巴拿巴来接待他，我们想，为什么巴拿巴他可以来接待保罗，别人都不行？因为巴拿巴知道保罗是神的儿女，他尊重这一位创造主，创造保罗的这个主，所以他接纳保罗，勇敢相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敬重跟尊荣创造他的上帝。在没有人接纳保罗的时候，巴拿巴肯接纳保罗，是因为对改变保罗生命的上帝有信心。所以当我们想要排挤谁，想不跟谁说话，他有够机车的，拜托请看一下创造他的主，可以改变他的主，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是不是也常做学巴拿巴一样，我们来接纳别人，对新来的人。传道常常讲福音从什么开始？上个礼拜我们接待很多来到我们当中的，他们暑假期间在我们这里当志工。福音从哪里开始？从接待。我们每次礼拜后面都有接待小组，这些青年做得非常好，因为人家第一个来，你接到笑容，你跟他讲话，不要让他落单，好不好？落单不会被排挤，但是落单他觉得很孤单啊。好不好？我们都来实践。有人在我们当中，新的，你只要不认识他，你就过去，我们伸出我们接纳的手。那么这个人在这里，他有了朋友，福音就进入他的心。福音从哪里开始？从接待开始，从接纳开始，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看到这一段就是巴拿巴，因为保罗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尊重、尊荣这一位创造主，所以他相挺。好，那我们就来讲，神的儿女在这世上常常会感到失败，像刚才师长说的，我们不仅因为是人的眼光，或者是被排挤，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失败，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错误的期待，或许对婚姻、对别人、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错误的期待。我们自以为这样可以容神一人的方式，这就是容神一人的方式，我就按照这样，就像保罗一样，他以为去破坏，结果他是让自己痛苦、焦虑万分。传道常常讲悲剧，什么叫做悲剧？悲剧的定义是什么？婚姻的悲剧或恋情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你原来期待这样，你期待说结婚以后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改变，结果结婚以后当天。跟师长讲的一样，其实我也一样，会常常跟我的师长吵架，所以我要受派的前1个礼拜，要来江南教会之前，我7月21那时候来，对不对？我7月16到慈牧师他们的教会，2个师长就秘密商议，然后给我的师长忠行哥一句话，请你不要听你太太的，对，害我先生都不敢来我们教会，他说他会错乱，台上。牧师传道在上面讲，对，下来以后，不行，听我的。我想婚姻就是这样，悲剧就是这样，你错误的期待这么高，但实际就这样，这里就叫悲剧啦，这就叫做挫败啊，这就叫做什么？失败，好不好？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说这一个人如果是你的父母，或这一个人是你的恋人，或这个人是你讨厌的人，或这一个人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这个人是你的同工。他可能背叛你，他可能讲一套做一套。我们对人本来就不要太高的期待吧，人都有罪性。如果你期待这么高，错误期待，那么你就痛苦万分。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人他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敬重他，我们不出手打他，
因为我们敬重他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敬重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在失败中得着那个鼓励，因为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就像林书豪。我想林书豪他曾经做过的见证，就是当他被签下合约的时候，一路上他其实都打得不好，他其实很挫败，甚至人家有告诉他说，闲言闲语啊，很闲的话叫闲言闲语，因为很讽刺。他说他被高估了，签合约太高，谈话权根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变得很沮丧。可是他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的价值不是在篮球上，我们自己的价值不是在我做的多么的好。这时神告诉他说，你必须重新找到你是谁。亲爱的大家，你是谁？传道又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重新每一次失败、失望、挫折，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对焦于你，我是你的儿女。我们再一次都要回到神的面前，生命要重新优先顺序，我们不要听身边的人的声音，我们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声音、控告的声音都不要听，我们只有单单回头听神的声音，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再一次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林书豪说，他不想再为临来风来活，他要为什么而活？神儿女来活。愿我们在失败中，我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鼓励。什么鼓励？就是我们有神的盼望，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容易失败、焦虑的世代中，我们就能够锐不可当，气势干掉，活力十足。就像刚才师长说，什么好事都会发生在你身上。阿们。因为我们要赞美这位神，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我们教出这句，亲爱的大家，记得这个就好。当你失败、失望，当你觉得说我是什么东西呀？你绝对不是什么东西，你是神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